比如说马克如何去把这个滑翔翼拯救过来。在剧本上面就是马克翻身一跃，但这个地方有很多细节。马克发现前面有一个什么可以抓住的缆绳，飞快跑过去抓住它，然后向另一个平台滑过去。他是如何过去，如何抓住，如何打开，就是把它反映在画面上面的时候，就是你就不可能回避一些东西，它是很扎实，很扎实。9033，不要怕，跳过去。动态分镜呈现出具体的镜头运动和动作轨迹，而动画则让一切直面设想成为3维现实。可以稍微更快一点，尽量别让我出话太多。跑过来的时候，我会把它扒开，扒开之后我会打这个虫子。作为和总导演的创作思维最接近的动画师，还未到而立之年，黄浩就被委以动画执行导演的重任。不是说你这个不好啊，问题就是它该不该出现在这个位置上。你要动大的话，那个脚要动的比你重心还大的那种感觉。一踏空，然后过来不是这样了，然后往头一撞，对吧？撞完之后，在这个情况下，你要继续往前爬，你要动哪只手？那个。哦，应该是动这一只嘛。动作模拟是每个动画师的日常，把3维模型塑造成有动作、有情感的人，是玲珑诞生的核心环节之一。我已经到了。2018年2月10日 ，B 站公布了玲珑全新的17分钟超长 PV， 仅1天的时间，就在 B 站累积了超过66万播放量，并收获了7万硬币、1.8万评论和4万收藏。我们前期整整筹备了差不多接近1年半的样子，主要是剧本、美术和分镜，然后还有就是海量的资产的制作。150人的团队，用1年半的时间构建世界观，推演剧情，绘制500幅原画设计，推翻4版人物方案，3个月的动画师表演课程，10天的军事动作训练，6个月的技术测试和动画练习，直到2018年11月，一切准备就绪，玲珑正式进入制作。